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翻嚟 EY 學堂。上星期我哋講到美國出手就廣場協議2.0啊，今日咧補充咧點解美國要出手救日元咧咁？今日題目嘅國際政經經濟解釋之美國長債息率為何急升咧？先回顧我哋上星期就話美國財長貝森特特登咧就寫張大字條俾記者影到，就話要 to do list 咁要買 yen 救市啊！我就稱為廣場協議2.0啊！大家未睇咧，可以咧重溫我哋8月5號嘅短片啊！美日罕有承認聯手干預日元匯價嘅。美國當然唔係單純為咗救 yen 嘅匯價啦背後真正嘅原因咧，大家可能咧喺呢一個禮拜市場嘅分析咧都聽到背後有關咧因為日本要救 yen 咧冇錢嘛，所以就賣美國國債咁所以咧美國咧要出手去救 yen 咧，就避免咧日本央行咧繼續拋售美國國債嘅。究竟美國國債最近出咗咩事咧？咁今集咧就同大家深入剖析下啦。先嚟睇下救一救市咧，咁你見到咧就164就直插落去啦曾經嘅接近156咁呢個就第一仗幾成功但係市場咧就唔係幾賣賬喎，跟住咧156咧就有明顯回升曾經咧上過158樓上嘅事實上咧就譬如呢一篇報道咧已經題為咧 Yen Valley Fades a week after US-Japan intervention as focus shift to policy。 8月7號嘅上星期五反映咧就係咧聯手干預之後咧係回一回嘅幾個 percent， 但係市場咧就已經咧重新都係睇翻咧日本嘅政策啦。所以個 yen 嘅回升力度咧就已經咧減退啦。當然啦，都仲未翻上164嘅，但係咧市場咧就迅速咧係由156咧就攀升翻上158啦。所以市場似乎普遍都認為咧美國出手支持日元咧並唔係單純為咗救日本經濟日本嘅匯價咁簡單噶，而係背後咧其實係要救自己美國國債嘅息率因為咧美國嘅長債息率咧喺聯儲局最近議息結果明明話咧維持利率不變噶嘛，但係咧市場咧就不買賬長債息率咧瘋狂飆升究竟點解美債咧會出現咧長債息率飆升咧咁其中一個擔憂就係話咧係日本央行咧不停拋售美債嚟到籌美元去買日元去救匯率嘛，所以咧美國咧就要出手用歐羅去買日元咧，希望咧就可以一方面咧減少日本央行繼續拋售美債亦都咧可以幫到日元嘅匯價咧避免繼續大幅下跌㗎。日本拋售美債咧其實咧係非同小可㗎，因為咧呢個全球排行榜咧日本歸為全球持有美債最大嘅單一主權國㗎。呢個舊數啦，2025年咧都達到1.2個 trillion US dollar 嘅，即係12000億美元嘅美債咧係日本持有第二名英國已經得翻咧千位數噶啦，8890億噶啦。然之後第三位嘅中國咧就更加得翻6830億。香港咧就2270億，大家睇到咧，淨係單一個日本咧，其實已經差唔多等於第二、第三名嘅總和所以日本拋售美債咧，對美債嘅壓力咧相當巨大噶。究竟近期美債出咗咩事就係市場咧似乎咧
搞唔清楚聯儲局新主席究竟想點啊？因為咧聯儲局新主席 Kelvin Walsh 咧就係故弄玄虛啊嘛，佢就明言咧就唔中意咧咁多政策指引啊，咩議息聲明啊，咩點陣圖嘅，佢就話咧係啊多講多錯咧，就不如咧少啲溝通嘅。呢個就係 Kelvin Walsh 嘅新風格啊嘛，咁佢就中意咧俾市場咧自己定價嘅。喂，咁咧即係大家都慣咗會去揣摩聯儲局嘅議息聲明噶啦嘛，十幾年噶啦。咁所以咧突然間咧呢個新主席咧話，我哋咧會刻意減少央行嘅政策指引，包括咧會縮短個議息聲明，又取消埋個利率點陣圖，更加咧成立工作組咧檢討聯儲局嘅溝通方式。咁所以咧呢一種突然間嘅風格急轉變啊，搞到咧市場咧其實咧就要重新學習啊，從以前咧就係可以揣摩上意咧，而家就搞到咧要自己去做市場預測啦。咁你話啦，如果你係手持大量美債或者想透過美債投資咁你而家冇咗呢啲聯儲局嘅重要指引咁你會點咧？咁過去就好簡單噶嘛，你只要咧就係透過聯儲局定期官員講話咩又提供點陣圖本台都用咗好多次咁就可以咧預測準確利率嘅未來走向啦嘛。咁但係突然間新主席Kelvin Walsh 就話過度嘅前瞻指引咧，反而會容易令到市場咧將嗰個預測咧當成係承諾嘅喎，因為其實嗰個嚴格嚟講係你哋聯儲局自己決定嘅一個決策嚟噶嘛，咁所以你嗰個根本就唔係預測啦，你嘅預測咪即係你哋嘅承諾，咁所以市場咧就會有一種咧就係話喂，你講過嘅喎，咁唔好反口喎，咁就限制咗咧聯儲局嘅政策彈性嘅，咁所以咧 Kelvin Walsh 咧就話咁我唔講啦，唔講咪唔會被誤會係承諾咯，咁樣，咁所以咧佢就希望市場咧更加多咧自己去根據市場嘅數據。通脹就業經濟嘅數據，你自己去決定美債值幾多錢啦。咁你話喂少講唔會誤導市場，咁可能係好嘢係嘛？咁但係有代價噶嘛，因為你減少咗資訊啊嘛。因為事實上聯儲局係最掌握到呢啲咩通脹數據就業數據、經濟數據又最多經濟專家噶嘛。咁你唔講咧，咁市場就少咗一啲重要嘅資訊來源咯，咁就提高咗政策嘅不確定性咯。咁呢個不確定性係有代價噶嘛，係嘛？風險溢價嘛，咁所以市場可能就會要求更高嘅風險溢價嚟到承擔呢啲風險噶啦嘛。咁所以如果你係投資者，你咪即刻會喺無論美國10年期長債30年期長債息率上高反應咯，我要高啲回報率啦。喂，點知你嗰個新主席點玩突然間發起神經，用俾我會蝕大本啦。咁所以意味住咧，就係將來咧，即使聯儲局有加息減息嘅動作都好啦，市場嘅長債息率咧都未必會同步調整噶啦。咁嗱，而家你就求人得人啦Kelvin Walsh 嘅策略就係話，喂，將呢啲市場定價交翻俾市場，咁我哋唔講啦。咁聯儲局係有更大彈性啱咁你中意點都得啦，係嘛？你都冇講過，咁但係投資者咧就自己承擔呢啲更高嘅不確定性嘛。咁呢種資訊嘅減少就轉嫁為風險溢價咯。咁所以未來美國長債嘅走勢咧，就越嚟越受到市場點樣去解讀最新嘅通脹數據財政赤字國債供應等等嘅問題咯。咁所以而家就有反應啦。長債市場即刻就作出反應俾你睇啦。你話你唔講噶嘛？你唔講我自己嚟啊嘛。OK 嗱，你睇下美國10年期長債3月低位跌一跌過落4厘樓下咧，然之後就瘋狂飆升咁5月就已經上過一次噶，
逼近4厘7㗎啦。咁然之後回翻少少啦。咁然之後咧，到7月咧，喺4厘4咧又再發力啊！今次咧過咗4厘7添㗎，直逼4厘8㗎啦。咁所以長債咧一路向5厘進攻啊，好多年未見過㗎。30年期債券更加得人驚啦，過晒5厘啦。咁個圖幾似啊，係嘛？都係3月攞一落個低位4厘6，跟住咧就發力啦。咁5月係上一上個高位，逼近5厘2啊。咁落翻少少咧，7月再發力，今次咧逼近5厘3噶。咁所以市場話：喂，你唔講，我自己定價，咁我加翻個風險日價咯。咁所以咧，無論係10年期長債同埋30年期長債咧，最近咧都不停咧突破啲歷史關口啦。4厘7，10年啦，5厘2，30年啦，呢啲咧全部咧都係近呢1-2個月咧，市場咧就住美債嘅情況定價所出現嘅反應嚟啦。咁你話點解會美債息率係咁抽升啊？咁以下咧起碼有4大原因嘅。咁其中當然一個原因就係同日本央行拋售美債有關啦。咁但係除咗呢個咧，咁事實上市場咧都真係擔心咧美國嘅欠債問題啦。所以第一個問題就當然係咧債台高築啦。呢幅圖咧真係嚇死人嘅。即係大家睇下1971年咧，仲有咧類金本位嘅年代咧，其實咧美國嘅財政紀律咧係相對良好嘅，係嘛？長期咧都係橫行嘅，咁所以咧即使有二戰抽一抽上嚟咧，基本上都可以維持到嘅。咁但係咧你一放任取消咗類金本位制度，即係冇黃本咁你點樣約束都約束唔到啦。咁於是乎咧，大家睇到咧。解除咗之後咧，一波上，跟住咧2008年呢一波最得人驚啦QE123，跟住一飆上嚟，跟住又話 COVID-19 又話世紀疫症，跟住 QE4，咁呢一波一上咧，最新數據咧，去到2025年底咧，已經高達37.64個 trillion US dollar 啦376400億美元嘅欠債㗎啦。咁所以呢個問題咧就係市場咧係擔心，喂，你美國政府究竟仲要借幾多錢先至夠啊？幾時先至肯縮翻個表啊？所以聯邦政府長期處於呢一種高赤字嘅狀態，完全還唔到錢嘅，一路借，越借越多，而家還息都還嚇死人㗎啦。所以呢種市場傳統智慧係嘛？你爭咁多錢都未還，咁舊數未清，新數就一定係要高啲債息先至肯借㗎啦。咁所以就令到咧出現高嘅債務、利息支出增加、財政赤字擴大，更需要發行更多嘅國債，所以需要更高嘅回報率先至肯借新債。咁於是乎又再進一步推高利息支出，咁呢個惡性循環咧就變成一種財政主導風險啦。咁呢幅圖就係fiscal data 嘅數據啦。咁2025年底嘅數據就37.64萬億美元嘅總債務啦。咁所以呢一幅圖好有趣喎，扣咗通脹㗎咯，呢個係實質嘅美國國家債務嚟喎，100年嘅美國國債嘅實質數據嚟喎。咁所以1971年之前咧，仲有金本位嘅年代咧，類金本位嘅年代咧，嗰個實質國債咧只係差唔多3.18萬億，3.18萬億同而家37.64萬億。喂，咁即係話咧個實質嘅國債咧，由1971年之後咧，當年只係而家嘅8%喎，1成都唔到喎。咁所以即係話咧，取消咗類金本位之後咧，美國嘅國債咧係喺呢幾十年咧增加咗92%喎，個實質嘅喎。所以個數據真係唔呃人，好清楚啦嚇。所以你一取消咗個約束即係呢啲冇疆嘅野馬咧，所有嘅政府咧都會瘋狂咧增加貨幣供應點樣都搞佢唔掂啊！政府咧一定會揾各種各樣合理嘅理由，又話咩天災疫症咩泡沫爆破咩世紀
金融海嘯啊，總之係揾啲理由咧就話，一定要救啊，借錢要借啊。08至13又話 QE123就係咧國際金融海嘯，跟住2020又話咧世紀疫症又 QE4，咁啊越印越多，永遠咧都收唔翻噶啦。咁啊到而家咧，其實你睇呢條線你就睇到咧一支箭咁飆上去嘅。咁而家仲要又開戰美伊戰爭，全部咧都係燒錢噶。其中咧你睇下2007年嘅當時嘅實質國債咧都只係14萬億美元啫嘛。QE1啱啱開始之前咧14萬億啫嘛。喺呢度咧20年嘅時間，將實質國債增加1.5倍，變成30幾萬億啊。咁所以換句話嚟講咧，市場咧當然係擔心呢一種咧無底深潭啊。究竟你政府幾時先至咧可以減少國債㗎？咁啊，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咧，全球都預計咧將會進入高通脹嘅年代啦。咁大家如果未睇咧，我哋喺7月24號有短片，全球通脹捲土重來啊！多國央行掉頭加息，期貨市場預期咧美國明年初加息2次添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因素咧就可以話咧，其實全球咧都預計咧通脹回升啊，咁所以債息咧就梗係要增加啦。咁尤其是咧2026年咧打呢個中東戰爭咧，打到而家咧都仲未搞得掂啊嘛，簽完又毀約咁啊，咁嗰啲能源供應咧就嚴重受阻，咁油價咧係大幅飆升，市場咧就擔心能源價格咧再次令到全球通脹升溫。路透社更加指出咧，全球債券嘅收益率咧上升係直接同呢一場中東戰爭帶嚟持續性通脹衝擊嘅擔心咧係有關㗎。所以長債息率要飆升咧，呢個都同近期嘅通脹回升有關啊。嗱，個邏輯好簡單係嘛，即係喂，我不如買油，買油都升啦。咁所以除非你國債咧係相應咁樣回升啊，因為咧每一種投資產品咧佢嘅名義收益率咧都一定咧係同預期通脹有關噶嘛，係嘛？通脹越高咧，咁佢嘅名義收益率咧就必須要越高噶嘛，因為所有人計嗰個回報率咧都係睇實質嘅回報率噶嘛，咁所以要扣除咗你通脹之後咧，佢都係一個合理嘅回報啊嘛，咁所以如果你通脹預期好高，咁所以咧你個長債嘅息率都必須要好高咯，咁扣除通脹之後，剩翻嗰個實質嘅回報率都要有一個合理嘅回報咯。咁第三個原因就係咧，其實咧嗰啲大行咧投資嘅巨無霸咧都出晒聲咧，就係話咧全球將會進入結構性高息嘅世代㗎啦。咁譬如BlackRock 作為咧全球最大嘅資產投資經理咧，最近咧更加係用呢一個叫做 structurally higher rates 嘅名稱咁就係話咧全球市場正在進入一個新嘅結構性高息環境咁包括咧就係話喂 AI 投資，上一集我哋講過啦啲錢咧就有入冇出，黑洞嚟嘅。能源危機全球輸入性通脹又係搞極都搞唔掂嘅，咁所以政府咧各國政府咧就搏命咧就係舉債，債券供應飆升，咁呢啲原因咧全部一齊疊加咧就造成資本稀缺所以借貸成本咧就越升越高啦。咁呢個 BlackRock 嘅最近嘅 commentary 咧就提到點解全球會進入呢一種任何嘅投資工具都要求更高嘅回報率嘅原因咧？咁樣好啦，咁而第四個原因就係同我哋講美日聯手救日元匯市有關就係咧日本咧要救 yen 嘛，咁即係咧要買日元啦喺市場度，咁但係日本央行用乜嘢去買日元啫？最容易最有 liquidity
就係拋售自己手上持有嘅美國國債，換咗啲美金翻嚟，咁喺市場嗰度咧就拋美金就買日元，咁咪最容易做到咯。咁所以咧日元啊持續疲弱咁多年咧，日本央行又搏命救，咁每次救日元咧都拋售美債，咁啊美債就市場咪供應大增。咁所以啊，美債嘅息率咪飆升咯。咁所以美國如果唔出手救日元咧，就等於咧任由啊美國國債息率飆升，咁啊還息都蝕死你喎。咁所以嗱呢一個啊咁樣嘅互相嘅影響咧，正正解釋咗點解咧美日要聯手一齊救日元啦。日元持續疲弱，其實個核心原因咧係日美嘅息差。係嘛？美國係咁高息，日本咧又唔肯加息啊，維持一個咁低嘅利率，咁你個息差就梗係吸引嗰啲資金嘅流向噶啦。所以其實個問題你又唔會解決啊，即係個息差嘅問題你哋又唔會解決，就寧願咧就係拋售美債啊，然之後咧就喺個市場嗰度咧就干預日元，就用呢啲方法。因為日本央行咧就想咧繼續維持低利率啊嘛，因為想繼續振興經濟啊嘛。因為日本嘅經濟咧雖然好翻啲，咁但係都仍然相當疲弱啊嘛。咁所以佢又想維持個低利率啊。喂，咁你維持個低利率，但係美國咧又維持高利率，咁你嗰個息差自然就導致資金流向噶啦。咁啊，但係日本仲有好多結構問題啊嘛，人口老化啊，公共債務係全世界最高嘅國家之一啊嘛，GDP 嘅2倍啊嘛，咁啊令到投資者對日元嘅需求不足噶嘛。咁加上咧，近期仲要雪上加霜啦，係嘛？你中東嘅戰爭咁啊，令到日本高度依賴入口燃料啊嘛，全部嗰啲石油入口啊嘛，咁呢個成本上漲，輸入性通脹，照計你推高咗通脹啊，推高咗貿易嘅壓力啊，咁啊政府又要派錢做呢個燃料補貼去紓困，咁所以又進一步咧增加咗日本政府嘅財政負擔，咁啊日本咧越嚟越唔夠錢使係嘛？咁但係日本咧又唔想嗰個日元咧跌得太多喎，因為咧咁樣咧就買嗰啲石油咪越買咪越貴，咁所以佢又要頂住個 yen 唔好俾佢跌喎。咁啊最就手方法咧就係賣咗啲美債去換喺市場嗰度買入日元，咁去支撐日元會加咁啊。咁但係你咁樣拋售美債咧，就推高美債嘅收益率咯。間接就導致美國政府嘅融資成本咯，係嘛？咁就火燒後欄啊！咁所以美國咧，於是乎就同日本講：喂，你唔好咁樣瘋狂拋售美債喎，我呢邊唔掂啊！咁所以咧，大家要傾啦，就係話嗱，如果你唔幫手咧，咁我冇錢㗎嘛，我咪最多持有嘅資產就係美債，咁我咪喺市場嗰度拋美債嚟到換美元，跟住去市場嗰度就買日元咯。咁所以咧，美國話喂，唔好啦，唔好啦，我幫你搞啦。咁佢就叫聯儲局就賣歐羅買日元，咁去支持。咁佢呢招就係話喂，唔影響美國嘅匯價，但係又可以救一救，特登放出口術嗱，等人知道，我哋聯手咁啊。咁呢一招咧就係美國出手穩定日元咧，某個程度上咧就係保護自己美債嘅市場，避免咧。因為日本嘅貨幣危機咧，會火燒連環船咧，演變成為美國嘅利率危機啊！嗱，咁啊，美債咧，如果而家嗰個形勢咁樣睇咧，出現上升咧，其實咧對美國經濟咧係會帶嚟咧深遠嘅影響喎，包括咧房地產咧係會首先受傷喎。咁相信經過咗呢20年嘅教訓咧，大家都應該深切體會啦。凡係咧長債息率抽升咧，咁即係所有固定嘅長期債務嘅利率，包括按揭啦，咁都會抽升喎。咁於是乎咧，譬如你買樓咧，咁你就預咗咧係高利率嘅年代喎。咁起樓咧，亦都咧融資成本上升喎。咁成個市場咧都會要求回報率上升咧，咁就會帶動咧企業融資成本都上升，跟住咧所有嘅 bond market 個 yield 都上升，咁冇咗咧零息嘅世界噶咯。
咁所以咧，因為港元同美元有聯繫匯率咧，呢一個影響咧，亦都會傳導到香港喎。咁所以呢一啲咧，都係咧牽一髮動全身嘅影響啦。好，今日嘅討論到呢度，拜拜。